你们干嘛？相信我。我去上个厕所。来，给你留个西瓜。你哋係咪真係咁信任對方啊？是。BGM 冇放住，我哋嚟玩個遊戲啊！這裡有10塊錢，只要你們戴上眼罩，誰拿到的就是誰的。但是10秒後，如果這個錢還在，你們每人可以獲得10塊錢。計時開始。香蕉仔，你信唔信我啊？信，梗係信啦。咁你攞住100蚊俾我先啦，過2日俾返你。50蚊都得㗎。